惊这是业主讲甲老母仔要借钱借无，怎来放火烧厝？这个台南中西街发花街一条公寓顶礼拜火烧厝，虽然无造成着伤亡，也毋过警消调查结果是有人来放火。讲是这个厝主伊31岁外甥啊，因为要甲老母仔借10万块借无，就恐吓讲要来做无理性的代志，结果真正是走到妈妈的后头厝去共放火烧厝。事后，家己的灯头毛加掉，走起来避离的北部，将其尾也是去互长着移送法办。真个消防人员赶到现场拍火，因为伫这个公寓楼尾顶塔起的所在一直出现，同时佫有火，住户有够着惊，赶紧逃生。加上这个火真紧就被拍花，无人伤亡。不过经过警消人员一个调查，发现讲唔对哦，这件火警并不是意外。按经消防局调查检验了。已有人为纵火。房间内烧甲臭火大，警方一个调查发现讲，厝主31岁姓肖的外甥啊，甲老母讨无钱尔，就涉嫌放火烧老母住的所在。亲戚一个知影了后，一直喊头讲，这个少年人捌因为钱恐吓厝内的人。迄个正月初2吼，礼拜一天，较讲要爱10万块，可能要走路就对了，要爱10万块。啊，若无，伊前一届就甲恐吓讲要放火啊。哦，来这届讲要10万块，伊拢惊到，他甲阮讲。民宅屋主因为儿子日前有向其借用现金，那并扬言如不借钱的话将做出不理性的动作。少年袂晓想恐吓厝财无成年，就涉嫌放火，事后佫将头毛加底了后，走到北部，想要闪避警方，因不由员难逃法网，互警方抓到，依照公共危险罪来上班。并且请检方申请收押，避免佫做出无理性行为去伤害到厝内的人。